面對最近好多天災嘅地震，或者咧社會上經濟上邊好多嘅動盪、不安、控制唔到嘅事情，我哋人咧好想保護自己。我發覺好多人咧好想自己變成一粒頑石，一粒好硬嘅石，乜嘢撞埋咧都冚過去，冚過高牆，希望可以保護自己。或者另一個方法咧就匿喺個石窿裏邊，希望咧等啲風風雨雨過咗之後咧，先至再走翻出嚟。不過最近我睇得彼得前書後書，我睇到嘅信息唔係呢兩條路。佢講緊一個活潑嘅信息，一個有盼望嘅信息。喺第一章第21節，佢話你們也因住佢信佢從死人中復活，又俾耶穌榮耀嘅上帝，好讓你哋嘅信心和盼望都在於上帝。上帝可以俾我哋信心同埋盼望。第二章佢又話到我哋親近主，佢話耶穌係個活石，但唔單止佢係一個活嘅石，佢話我哋都係活石，我哋可以被揀選同佢一齊係建造成為一個屬靈嘅聖殿。係一個危難嘅時候，彼得後書呢個活潑成長嘅信息就更加明顯。而彼得後書第3章最尾嗰度，佢要話我哋要在我哋所信嘅道同埋恩典上邊係有長進。原來艱難係可以令到我哋成長長進有盼望。今次我好希望可以透過睇到嘅彼得前書或者後書，我哋睇到嘅真理，我想一齊咧去思想喺我哋今日呢個嘅處境，我哋點樣活出呢個有活潑盼望，成為一個活潑石頭嘅一個嘅生命。